奇怪了，怎么有个鼠宝贝在这里啊？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书什么？哦，我说鼠宝贝就是这个啊，书包。哦，鼠宝贝，书包。对呀，亮亮，你觉得这么可爱的书包会是谁的？我想应该是猫猫的。猫姐姐，亮亮，猫猫怎么了？怎么匆匆忙忙的？我的书包不见了。书包也不见了。哦，猫猫，这个书包是不是你的啊？是我的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书包哦。1431。那我要赶快去上学咯，我又迟到了啦，拜拜。猫猫。哎呦，结果书包还是没拿呀，真是糊涂啊！那谢谢要怎么说呢？谢谢就是俺子 say。俺子 say。亮亮说的很棒啊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某某，你回来啦？是啊，我刚刚匆匆忙忙的跑去上课，结果发现今天不用上学。你们明明知道今天不用上学，刚刚为什么没有阻止我啊？鼠宝贝，书包。怎么不见了？猫猫，你是在找鼠宝贝吗？对呀。那这个是不是你的鼠宝贝啊？哇，是我的书包。俺子 say 谢谢。彤彤姐姐，这个饼干请你吃。哇，俺子 say。那这个饮料也请你喝。哇，俺子 say， 亮亮你好好哦。快别这么说了，那你愿意跟我一起画画吗？我实在是画不完了。不可以，自己的功课自己写。鼠宝贝还有俺子 say 这2句客家话你都学会了吗？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老亮。